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华莹。坐在我身旁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科切拉佛教团体的讲法师罗胜标，他同时也是尊贵的占图古仁波切的贴身助理。另外一位是科切拉佛教团体的翻译及编辑胡芳莹。你们好。你好。今天邀请到两位，主要是想跟他们聊聊关于多杰雄灯护法到底是佛的化身还是魔。先给大家讲述事情的背景和一些历史。多杰雄灯护法也叫金刚巨力护法，是格鲁派的一位护法。虽说是格鲁派，但其他宗派如萨迦派的修行者也修这个护法的法门。我们在其他视频有提及这件事，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这位护法自300多年前便崛起，也是格鲁派祖师们所推崇的护法。一直以来，这位护法的存在与修持法门都跟其他的修持没两样，而这位护法的修持更存在于格鲁三大寺内。直到1996年，针对这位护法的争议才浮上台面，引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几个重点。针对这位护法的争议，一直都围绕在这位护法不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其实是魔。这样的说法有几种论述，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第一个论述，由于这位护法其实是魔或者是非正悟的护法，于是若修他的法门或供奉他，佛教的纯净必会有负面的影响，佛教也就沦落为鬼魂的崇拜。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论述请问胜标讲法师，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其实我们要看就是谁在修行这位护法。我们看从历史上来说呢，就是这个尊贵的著名的帕本嘎大师，还有赤江仁波切，乃至近代的这个喇嘛耶喜、喇嘛索巴，还有甚至呢在一段时间呢第14达赖尊者呢，他们都在修这个护法。所以呢，他们修这个护法这么伟大，这些上师在修这个护法，就怎么可能说这个护法是魔？然后怎么可能说修这个护法就是破坏了佛教的纯净呢？而且你看这些佛教这些大师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在做弘法利生的这些事业，比如说在开设道场，在教授佛法等等。他们是这些这么多伟大弘法利生的事业，是不是因为修了这个护法而全部都被完全破坏了呢？这是挺荒谬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我们要怎么让这个论述要成立的话，其实他们必须向我们证明2个点。那第一个点就是所有修持多杰雄灯护法的人，他们必然就是破坏佛教的这个纯净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表示说这个所有修多杰雄灯法门的大师，他们所做的所有刚才胜标讲法师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佛法事业，其实最终带来的结果是破坏佛法的，甚至出现谤法的情况，或者是抹黑佛法的。可是我们看来看去，这2个点怎么成立呢？第一，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是说所有修持多杰雄灯的人都是在破坏佛法的纯净的话，那我们看下甘丹寺跟色邦寺这2个寺院，它是因为多杰雄灯的这个争议，才分从原本的色拉美寺跟原本的甘丹萨基寺分出来嘛。那你说他们因为修这个护法法门而破坏佛教的纯净，可是我本身到过印度，也去过这2间寺院，他们都是在修佛法，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大殿里面还是供奉着宗喀巴大师跟释迦牟尼佛，他们每天都在诵经做功课，然后甚至是去帮人家诵经，所有的佛法学习也在进行着，根本跟其他寺院就没有差别。为什么他们就因为修了多杰雄灯而变成破坏佛法的纯净？这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事情。第二个点，我们看是不是说所有修多杰雄灯的护法的大师都是在破坏佛教的纯净？我们看至尊颂仁波切，他是以这个辩经非常好的这个能力而著称。那他的这个辩经到底是让人家对佛法更有误解，还是他让这个佛教通过他的辩论而让这个佛教弘扬的更广呢？对吗？那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说，因为这个修多杰雄灯去变成弘法，就变成了抹黑这个佛法，根本不成立。那第二个，我们看帕本嘎大师，他其实一生当中，其实一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用了24天的时间，把那个非常精辟跟精深的菩提道次第的教诲，可以传授给所有的在西藏的一些人。那他们当时候西藏人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高，也只有在寺院或者是非常富有的人才有学习的机会。可是帕本嘎仁波切可以把这些精深的教诲传授给他们，也就表示他其实是一位对佛法有那个深入浅出的讲解的能力，也表示他对佛法有一定的了悟跟透彻的了解，他才可以这么讲。那最后一个我要提的例子，因为太多大师的例子，我只能提一些。那最后一个就是赤江仁波切。
释迦仁波切他非常多对佛教有非常多的这个丰功伟绩。那当然其中一个也是让人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其中一位弟子，那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至尊达赖尊者。如果你要说修多杰雄灯护法就导致这些大师的佛法事业是抹黑佛教的话，那他教出达赖尊者这个是不是一个丰功伟绩，而不是抹黑佛教的一个动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述如果要成立的话，你就必须向我们证明，这些修了多杰雄灯的人，一定都是在破坏佛法、抹黑佛法，甚至出现谤法的情况。而且你要看，就是关于这个赤江仁波切，他前世是在大力推广这个护法，可是呢，你要看他这一世的转世呢，他还是继续在推广这个护法。你看，如果这个护法是魔，或者是不是这么高级的护法的话，在现在这个这么多争议的情况下，为何他还要在这一世呢？为何他还要继续就是传这个护法呢？他可以选择其他的护法。由此可见，这个护法呢是非常重要，重要到他就是即使他转世之后，他还要继续传这一位多杰雄灯护法。刚才方莹提到，就是达赖尊者的经师。这样子一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他的责任就是给达赖尊者讲授佛教的经典，赐以灌顶和口传，甚至是培养达赖尊者的品德。所以经师整个挑选的程序肯定是相当严谨的。而且你看至尊赤江仁波切、至尊灵仁波切，他们肯定是大师中的大师。然后他们的不管是品德、正量还是佛教的知识，也肯定是出类拔萃的。那的确如此。其实达赖尊者其实也曾经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说，其实这个官方网站是摘录他在某一个公开开示时候的一段话。那其实达赖尊者有说，帕本卡及赤江仁波切这两位师徒，他们不仅在显教的修持方面获得相当高的正量，在密续的方面呢，以这个密己金刚及生乐金刚的修持为主，明白的指出密中的道次、声源2种瑜伽、密乘3昧野戒。有以抉择这个密宗微细空性之见解等的修持，都已经达到这个不可动摇的境界。所以按照这个达赖尊者的这种说法，其实他也认可帕本嘎仁波切跟赤江仁波切在这个修行上面的成就。所以而且像刚才你所说的那个经师那个部分，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两个大师有这样子的一个正量，他才可以去充当这个赤江仁波这个达赖尊者的这个经师嘛。而且，如果按照你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赤江仁波切其实就是达赖尊者的上师。如果因为赤江仁波切修了这个多杰雄灯护法法门而对这个佛法的纯净有所影响，有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其实达赖尊者因为在赤江仁波切的这个教导底下，达赖尊者本身也受到污染了呢？这样子说不可能吧？达赖尊者，我们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他的所有的这些佛教开示，怎么有受到所谓的污染或者是影响呢？他的上师曾经是赤江仁波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再来说到修持多杰雄灯护法法门呢，会破坏佛教的清净呢。那么这也表示说，至尊帕本嘎大师他并不是一位具格的圣人。那么帕本嘎大师的心子呢，灵仁波切和赤江仁波切呢，也就不是真正的大师了。因为这3位大师呢，其实是格鲁派近代最重要的大师之一。如果假使他们不是真正的上师的话，那么他们所传授的弟子，他们所给的口传、灌顶、教诲呢，全都被污染的、不纯净的。那么呢，整个格鲁派的传承呢，岂不是也变得无效了？没有传承的加持力，甚至出现断层，这不就出现断层了吗？就连这个第14达赖尊者呢，他也是赤江仁波切的弟子啊。听两位主讲人这么一说，雄灯不是佛而是魔的质疑，牵连的层面很广。质疑雄灯是佛的本质，几乎就等于质疑至尊灵仁波切、至尊赤江仁波切等上师中的上师，甚至整个格鲁派传承的有效性。无论如何，抛出这个指责的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继续做出其他的指责。他们说，修雄灯的人，师父把雄灯捧为神一样，高于一切，开口闭口都是多杰雄灯，传授的重点都不是佛法了。针对这一点，圣标讲法师，你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在1990年这个争议出现之前呢，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人把这个护法的议题呢挂在嘴边，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的在修
其他的法门和护法，或者其他的护法等等。所以呢，只是在1996年争议之后呢，然后才特别挑出这个护法这个事情来说。而且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度过仁波切也有说，其实你修什么法门，甚至是你修什么护法法门呢？你的本尊是谁？这些东西原本就不会拿出来说的啊，这是他们修密的人必须守的一个戒条。所以在1996年之前，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多杰雄灯哦，你是修这个的，还是你是修哪一个护法法门的？所以这一切的变化跟这些巨变，其实都是在1996年那个争议浮上台面之后才出现的。而且刚才华英有提到第二个论述，就是人家说修多杰雄灯的人把雄灯捧为神嘛，开口闭口都是在讲护法啊，讲多杰雄灯。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那些修护法的这些大师，比如说拉玛耶喜拉玛，他是不是他的整个人生里面，他的整个教学生涯里面，甚至是整个弘法生涯里面，他难道就只有开口闭口在说护法吗？没有啊，我们看到的是耶喜拉玛他有一些著作，我们先提其中一个著作，那就是巧克力吃完了，那个英文的就叫 When the Chocolate Runs Out。还有拉玛佐巴，他其实在这个争议之前呢，他其实也是修护法的一位大师。那他的这个开示呢，这一本叫做《诗心佛心 The Heart of the Path》，它是这个教诲其实是集结1970年代到2000年代他的这些开示的。那即便是非常推崇多杰雄灯护法法门的至尊帕布嘎仁波切跟赤江仁波切，他们所教的这个掌中解脱，有哪一个是在歌颂多杰雄灯的？有哪一个只是一直在注重或者是强调多杰雄灯法门的？没有，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而且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即使是修雄灯的大师的所有的教法，其实都围绕在朗讲菩提道之地，甚至是空性的教诲，而没有像一般所说的，就是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在讲雄灯。其实你看护法，顾名思义，它就是护持佛法，就是当修行人在修行的道路上有问题、出现障碍的时候，我们就修护法来帮我们消除障碍。所以这都是所有大师们都是这样子教的，就是他们不是把护法当作主要的修法来修这样子。而且达赖尊者其实他也曾经说过帕蒙嘎大师跟赤江仁波切这两位师徒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乃至个人的修行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些泉源为我们这些研讨佛法的后人呢就铺路搭桥，以及对佛教的丰功伟业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二位在实践上的修持确实具足了当代教主的这个成就。如果连达赖尊者都这么说了，而且非常认可他们的弘法事业，也就表示说他们不可能 OK 那个达赖尊者不可能会去赞颂一直在讲多杰雄灯，而不去传授真正佛法的这两位大师吧。我相信达赖尊者肯定不会去赞颂只会这么做的大师，所以就针对刚才第二个论述，我觉得也不能成立。除了刚才你两位主讲人讲的论述的反驳以外，另外一个是达赖尊者曾经也指，就是多数人都不会像其他的佛菩萨求生意好，还是求财富。但是如果要求财富、求生意做得好的人呢，会去求雄灯。所以这个雄灯法门呢，就因为这样而沦为鬼魂的崇拜。针对这一点，两位主讲人有什么样的见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看，就是佛教大多数来修行。入门修佛教修佛法的人，他们都是有所求，或是就在生活上世俗的生活上有所障碍，所以要有所求。比如说感情上，或者是钱财上，或者是因为疾病困扰，所以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可能求观音，比如说观音求子观音，他们可以求度母，求黄财神。顾名思义，黄财神就是因为财务上的困难，所以他们求黄财神。所以呢，有这么多的这些佛菩萨呢，供人来求世俗上的东西，为什么要特别针对说多杰雄灯护法？因为给予世俗上的这个获得，所以它就是魔呢？而且我觉得这种去向一些神明或者是佛菩萨去求东西的一种心理，其实是人之常情的。人总是会面对一些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人总会遇到一些局限跟障碍。那他们在遇到这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障碍跟困局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向一个更高看不见的那些神灵跟更神圣的力量去求东西。我觉得，甚至你不要只是提佛教，我们再看其他宗教里面，也有一些信徒会去跟自己的神明求东西啊。
对，这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文明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说哦，因为有人像多杰熊登求佛求财，或者是求其他的东西，就表示这个佛教就沦为这个邪灵的崇拜，或者是鬼魂的崇拜。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向宗喀巴大师求希望我们的家庭和谐。难道宗喀巴大师就突然间变成一个鬼魂的崇拜吗？我相信这个论述也没有办法成立。如此听来，佛教的护法自有它特定的功能，也就是消除修行人在修行上的障碍，然后帮助修行人顺利的完成修行上的愿望。其实说到护法，不仅是格鲁派有本身的护法，其他的流派也有本身不共的护法，而且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护法。而且众所周知，达赖尊者本身针对国家的大小事，他也会咨询乃琼护法。针对这一点，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知道，乃琼护法算是达赖尊者非常依靠的一个护法神。基本上达赖尊者会问一些国家大小的事情，都会问他。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乃琼护法是谁？乃琼护法其实他是在古时候在西藏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莲花生大士所降服的一个邪灵，然后再把这个邪灵呢把它纳入佛教的体系里面，让他去护持佛法，让他归顺这些佛教大师，所以就有了今天达赖尊者会去依靠这个乃琼护法。那其实我们听到很多的那种批评是来自于说因为多杰熊登，有些人说他是魔 ，OK， 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伪证物的护法。所以就对他多加批评，就仿佛多杰熊登在佛教体系里面就是一个错，因为他是非证物的护法。可是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我们去看，如果一个非证物的护法在佛教体系里面就是一个错的话，那其他非证物的护法还很多啊，不只是乃琼，也不只是多杰熊登。当然，我们不认为他是非证物的。所以是谁首先把这些邪灵变成佛教护法？那他们就是所谓的非证物的护法神是谁？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师是出于慈悲，才把这些所谓的邪灵，让他们转化成一个护持佛法的一个护法神，把它纳入佛教的体系里面。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是错的话，那莲花生大师是不是罪魁祸首？我们肯定不能这样说，因为他是出于慈悲才这么做。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苛刻到说多杰熊登的存在一定是破坏佛教的纯净的话，那请问其他的非证物护法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定位又是什么？看来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有趣，我们也从讨论中发现更多的矛盾和站不住脚的论述和指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一个许多人提出的指责。这个第二个论述呢，就是由于多杰熊登是一个魔或邪灵，它会给达赖尊者带来伤害和威胁，甚至让尊者减寿。针对这一点，圣标讲法师，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吗？其实人们都认为，达赖尊者他是一个观音的化身。那如果他是观音的化身呢？无论他是几岁，他10岁也好，70岁也好，乃至是他前一世到这一世也好，他的心事流都是同样的，就是同样的正物，有同样的正量。所以我们看达赖尊者，他曾经修过这个多杰熊登护法，而且曾经写过这个多杰熊登护法的这个祈愿文，那叫什么名？无碍金刚音。无碍金刚音。所以呢，你看他当时在写这个祈愿文的时候，他的心事流也是同样的，也就是观音菩萨的那个心事流。所以如果他那个多杰熊登护法他是魔的话，他不可能就是当时他的那个达赖尊者的心事流是观音菩萨的心事流，不可能就写下这么一个祈愿文给一个魔，那就证明了那个多杰熊登护法肯定是一位佛，然后达赖尊者在当时以同样的心事流，观音菩萨的心事流，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个祈愿文。再来呢，就是怎么说多杰熊登他是不可能是一个魔，因为呢，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一定当下听到这个护法这个众生的名字，比如说 A 或者 B， 你就当下就有这个神通，知道这个护法是魔还是佛。所以呢，当达赖尊者那个观音的化身呢，
他一听到这个多杰雄灯护法这个名字，他肯定知道这个是一个魔还是佛，所以他不可能为一个魔写下一个起源文这样子。而且我们说佛他有就是无量的这个智慧嘛，所谓的智慧就是他可以通晓这个过去世、今世跟未来世，所有一切的东西它是变知的。我们说变知就是什么都知道，所以这个多杰雄灯护法它出现的时候，怎么可能达赖尊者会不知道它是一个魔？而且我们要说的一点，变知的这个能力是，他不可能会被多杰雄灯这个魔所瞒骗、所欺骗。所以他不可能是被骗的，所以多杰雄灯根本就不是一个魔，反而是一个佛，而且还被骗了这么多年。对，是不可能的。对，多年就是当年达赖尊者在受了这个释迦仁波切他的上师教导修这个法门，他不是修了1、2天，而是修了几年。那怎么可能以他的正量，一个观音菩萨化身的正量，修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魔而不察觉呢？不可能的。而且就是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刚才就是说，因为你修这个多杰雄灯的法门会伤害到达赖尊者本身，甚至让他减寿嘛。就是我们都知道，只要你是皈依三宝的话，那三宝就会给予你加持跟庇佑，免受这些邪灵的侵害或者是伤害。这是在菩提道次第里面针对皈依的好处的时候就有提到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你我他，那我们只要真心的皈依三宝，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受到邪灵的侵害。那更何况达赖尊者身为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更不可能受到伤害。说到达赖尊者，他今年7月就满80岁，而且还身体很健康。据说他是所有转世中其中一个最长寿的。对你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些研究。其实第一是达赖尊者他的寿命是83岁，那接着下来第2到第13的这个转世呢，他的这个寿命大概都是在20多岁。也出现40多岁或者是60多岁就圆寂的这个情况，其实他蛮年轻就圆寂了，反而是到了第14世的时候呢，他现在的寿命是80岁。所以你看他整个第1到第14世的转世里面，第1是83岁到现在的80岁，其实这2个算是最长寿的。所以多杰雄灯会伤害这个达赖尊者的身体，或者是让他减寿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成立。我们依据这个数学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论述。这个论述是说，杜姑扎巴坚赞被杀害后化身厉鬼，心里充满愤怒，所以他被指责说不是一位佛菩萨，而独孤扎巴坚赞是多杰雄灯的最后一次转世。针对这个问题，请问圣标讲法师，你有怎样的一个反驳？就是你看当时就是五世达赖的时候，和他那个杜姑扎巴坚赞呢，是和五世达赖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同时呢被选为这个转世灵童的人选之一，所以你由此可见，你可以看出杜姑扎巴坚赞他的正量是有多高。而且当这个五世达赖被认证为达赖之后呢，然后可是这个杜姑扎巴坚赞他的学识、他的正量、他的修行是多么的高，他的名气是多么的响，所以很多人都去追随他，乃至呢就是遭到这个达赖。五世达赖的侍者他们的妒忌，由此可见，杜姑扎巴坚赞呢是一个非常高学识而且高正量的一位大师。那怎么可能说这么高正量的一位大师，死后突然间会变成一个厉鬼呢？那不是说所有的修行都神炮，就是都会退转，退转。其实。就是杜姑扎巴坚赞，其实这个名称其实是他当时候的上师，也就是4世班禅喇嘛给他取的。所以如果你要说杜姑扎巴坚赞死后会化成鬼，也就表示说他其实不是一个正量高的一位大师，他可能是随随便便可能误认的一个转世灵童。可是4世班禅喇嘛他怎么可能没有修行成就去认证杜姑扎巴坚赞就是他的前世的那些所有的大师的转世回来的呢？所以4世班禅喇嘛也不可能错。如果你要说杜姑扎巴坚赞死后化成厉鬼，就表示说你也表示4世班禅喇嘛也看错人了，所有的大师都错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干嘛要修行？我们修行的这么高，突然间死后，突然间还能变成厉鬼，那这修行根本就没有用，没有效，对不对？是会整个修行变成是会退转。即使那么高正量的大师也会退转，那我们凡夫俗子更不用说。
我们就是听完圣标讲法师的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再来补充啊，就是那些其实确认杜固扎巴坚赞为护法神的，而不是厉鬼的这些大师呢，当我们说杜固扎巴坚赞是厉鬼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表明那些认可多杰雄登的大师们是错了。那谁认可这个多杰雄登护法呢？可是我们的祖师帕门嘎仁波切、释迦仁波切，还有宋仁波切这些非常著名、非常有正量的大师。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或者是说他是厉鬼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帕门嘎仁波切你错了，因为杜固扎巴坚赞化成鬼，他其实没有化成护法神，所以你错了。宋仁波切你也错了，释迦仁波切你也错了，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我们是反复俗子，我们怎么可能去说他们这些大师是错的？而且这些大师给我们的所有的法教那些灌顶跟口传，都是经过我们的上师传下来的嘛。但我们一方面在接受他们的这些传承，一方面又在他们的背后，或者是在批评他们。一方面接受他们的恩惠，一方面在批评他们。那我们到底是在修什么？这是我们自己身为修行人必须去正视的一点。所以这两个行为和之间是有矛盾的，互相抵触的。所以按照两位的看法，我们知道转世高僧证悟的修形成就是不会退转的。转世高僧认证的整个制度，如果出错的话，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好比推翻了历代被认证的高僧转世，相等于推翻所有高僧转世的成就。显然，这中间出现了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互相抵触的说法。无论如何，针对雄登护法的身份，还有一个意见，就是他们承认他是一位护法，不过却是一位未证悟的护法，而只是被降服来宣示护持佛法的邪灵。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两位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其实我们要看多杰雄登它的本质是什么。当然，其他视频里面也有提及这个部分。当然，我在这边也必须提，多杰雄登护法它本身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啊，他是圆满的一个证悟者。在350年前呢，他就为了要护持宗喀巴大师的教义，就是针对龙树菩萨中观教诲的这个教义而化现成为一位护法，这是他的存在的本意。那在以护法的身份化现之前呢，多杰雄登也曾经多次以这个备受尊重的这个大师的身份转世，比如说皮瓦巴一个印度大成就者，然后后来又变成这个萨迦班智达，也曾经是他多杰雄登的其中一个前世，然后后来还包括布顿仁清珠，也包括这个持力主扎巴坚赞，他可是宗喀巴大师的8大弟子之一。后来他在转世变成班禅索南扎巴。班禅索南扎巴是谁？他可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佛教大师，他所撰写的这些经文，至今依然被那个哲蚌寺跟甘丹寺的僧人在考取葛西时候所用的参考书。所以一个这么正量高的这个大师，怎么可能突然间转世变成一个在死后变成邪灵，然后再被降服，然后再被宣示成为一位护法？这是不可能的。请问圣标讲法师，针对这一个论述呢，你有怎样的一个见解？就是你看当时就是杜固扎巴坚赞被害死之后呢，出现了就是一些天灾，就是比如说那些农作物啊，还有那些干旱啊、冰雹等等的天灾，所以人们就以为说这是杜固扎巴坚赞变成厉鬼来报复，他们就不同教派的这个大师们呢，就来聚在一起，他们就举办了一些法会，来尝试就是降服这个厉鬼，杜固扎巴坚赞所变成的厉鬼。所谓他们误认为，对。那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法会，它叫回遮法，就是说，任何来侵害或者来干扰的这些邪灵呢，都能用这个回遮法来降服他们。可是呢，无论他们怎么样做什么火供也好，就是无法降服到这个由杜固扎巴坚赞化成的这个所谓的厉鬼。那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如果是邪灵的话，没有一个邪灵是不能被这种方法所降服的。那就证明了说，这个不能被降服的这个所谓的厉鬼，其实他并不是他是一位佛菩萨，只有佛菩萨才不能够被所谓的降服。因为他们已经是证悟了，不可能有任何的法会能够再降服到他们。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就让我提醒到，因为其实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攻击多杰雄登护法的一些说法。那其中一个我觉得相当有趣的，他就是说，多杰雄登其实他是一位还没有证悟的护法，而且他妒忌心非常重啊。如果你修持其他东西的话，他可能会对你有所伤害。然后我就在心里面想说，如果他是一个邪灵化现的一位护法神，那必然有一位大师或者是有一个菩萨是降服他的嘛。如果他也是已经被降服了的，他是怎么可能去伤害修行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你一下子说他是已经被降服的邪灵，然后化现成为一个护法神，可是你又告诉我说他还可以去被降服了之后还可以去伤害修行人，这我觉得太荒谬而且相当可笑的一种说法。而且在补充刚才我们说到达赖尊者那个寿命减寿的问题，然后我也想到就是我们曾经读过那么多的佛教典故里面，我们只听到说佛菩萨或者是那些慈悲的高僧大德怎么用慈悲去感化去度化那些所谓的邪灵，而从来没有听过邪灵可以伤害一位佛教大师或者是任何一位佛菩萨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那第二个证据呢，就是说多杰雄登护法它不是魔呢，你就看他的法相，他所示现的法相，他所示现的法相其实都是出世间都是正悟的法相。比如说他身穿袈裟那个僧袍，就是表示说他严持戒律僧侣的这个出家戒具足戒，然后还有他手持这个智慧剑，就是跟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剑斩断我们无名的智慧剑一样。然后他头呢戴这个圆顶这个圆帽，圆帽就代表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然后还有他骑着这个雪狮，雪狮就代表佛菩萨的四无畏精神。所以他种种的法相呢，都是出世间佛菩萨证悟者的一个法相，而不是世间神灵、世间鬼神的那个法相。所以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得出呢，它代表的其实是证悟的一个精神，一个护法。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他即使是多杰雄登是穿着那个虎皮靴因为有些人说正悟的护法是不穿鞋子的，可是为什么多杰雄登他视线是穿这个虎皮靴的呢？其实他是要更接近我们这些世间的所有的众生，来引渡我们更接近我们，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它是表现了护法的慈悲心。对，他以一个世间的相来帮助来引渡众生，其实他的悲心，他的这个发心，全部都是出世间的一个悲心。无论如何，还有另外一个论述，就是说宗喀巴大师并没有安立多杰雄登为正式的护法。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方莹你有怎样的反驳？我觉得这个反驳，我们可以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看。释迦牟尼佛也从来没有正式安立宗喀巴大师为第二佛第二佛其实这个名称其实根本就是西藏人因为对宗喀巴大师的一种尊重而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美誉。当然他有所谓的修行成就，所以除了宗喀巴大师之外，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正式的安立莲花生大士，也没有正式的安立任何一位大师。因为我们除了说没有正式安立这一部分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历史的时间都配合不到，怎么可能释迦牟尼佛突然间再重生再回来宗喀巴大师年代再安立他为第二佛，那第二佛才能成立再来我们就看为什么宗喀巴大师的年代没有办法就是安立这位多杰雄登护法为护法神，因为当时候多杰雄登都还没有崛起，都还没有示现他是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了之后才示现的一位佛教护法。所以我们单是从逻辑或者是再从整个历史的时间段来看，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所谓的要宗喀巴大师去安立这个护法神，因为整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如果要用这样子的一种论述去来抹黑多杰雄登护法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相当难人就是相当勉强。所以换言之，整个时间的逻辑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对，两位主讲人今天讨论的十分详细又精彩，将雄登是否是佛的争议主要的论述都一一做了说明和反驳。现在我请两位主讲人针对多杰雄登是佛还是魔的议题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多杰雄登护法这个争议其实有非常迫切需要就是马上解决，因为它对藏传佛教修行人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跟这个上师的沙门耶见，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来说，事师呢对上师的恭敬心，对上师的信任呢是极其重要的，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丧失了这些对上师的信任，
或甚至是背叛的上司，是根本就不会在修行上有成就的。而偏偏这个多劫熊灯护法，它这个争议呢，就是逼使修行人在上司之间做选择，因为一个人可能有超过一位上司，有的有修，有的没修。如果一位上司给了你多劫熊灯护法这个传承修法门，那另外一个又说不修，那你到底是选哪一位呢？那就如果你选一位，那就你就是背叛了另外一位，你就是破坏了你对上司的这个三昧耶戒，那对修行上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的。所以呢，这个东西这争议呢，确实需要马上的解决，不然的话，在对佛法呢，这个整个藏传佛教的佛法对修行人呢，都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伤害，这个破坏。再补充圣标讲法师所讲的，其实它除了会对藏传佛教造成伤害，伤害是在于什么呢？它伤了整个藏传佛教最核心的价值，那就是对上师的三昧耶一止心跟整个传承的整个延续。因为今天如果你说我放弃，我必须因为我要听从这个指示，然后就放弃多劫熊灯这个护法的这个传承的话，那我同时也就违背了我的上师。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个法门是上师传给我的，然后呢，这个传承就从此断了。那它伤害的是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它伤害的是西藏佛教的整个核心的价值，最重到最要害的部分，所以我们才说这个争议是需要马上得到这个解决。然后再说，我就从就是信仰自由的这个基础去来做一个总结，因为其实多劫熊灯护法法门谈到最后，无论他是佛还是魔，每个人都有自己修行或者是选择信仰的一种自由跟权利，这是天生而来的，没有人可以剥夺这个权利。所以今天即使他是佛是魔，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所要看的讨论的重点。也因此这样呢，其实这个争议已经不再是格鲁派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因为今天他面对的是一个人们信仰自由被剥夺的一种情况。它已经不再是格鲁派的内部的问题，也不是格鲁派信仰上的问题，更不是单纯只是西藏佛教的问题，它今天是一个世界的问题。世界哪一个角落有信仰被打压自由的这个问题，西藏这边也在流亡在这个印度的这些藏人的社群里面也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是在我们本身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因为这个羞耻而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批评，所以我们本身信仰自由的权利也是被剥夺的。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问题，所以它才这么迫切的需要被解决。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双赢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谢谢两位主讲人的分享。多劫熊灯争议自20多年前浮现以来，指责熊灯法门和修持熊灯法门的两派人都不称面对面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也缺乏这样一个平台来解决这个争议。情况如此演变下去，只会将问题推向极端，而彼此之间只会制造更多的误解和憎恨，更谈不上出现什么解决方案。诚如我们看到的，对佛法修行和传承伤害只会加深，熊灯人的信仰自由的基本权益也不可能得到尊重。熊灯争议不应该是不可公开讨论的禁忌，反之，它需要拿出来坐下来讨论。这正是我们设立这个论坛的目的，将问题一一梳理清楚，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化解彼此之间的憎恨。熊灯人真心希望跟流亡藏人领导能有这么一个对话，心平气和坐下来讨论，将各自的问题一一梳理，将多年累积的憎恨争议，用双赢和平的方式一一的化解。谢谢大家。